镇守古庙，叫做老神在在。咱知影讲，即个古庙就是讲历史悠久的即个古早庙吼，内底一定有一尊即个镇庙吼，就是讲镇殿的神明吼。即尊神明的历史时间嘛，甲即个古庙差不多久啦吼。即个古庙内底即个老神吼，普通时啊拢无伫个山顶动吼。亲像讲，若去出巡啦吼，有啥物迎老日的时阵吼，即些镇殿的老神袂使山顶动的。即马讲老神在在，就是讲无甲山顶动。即句老神在在的俗语，咱用伫日常吼，描写来伫形容讲一个人的迄个个性，就是讲伊也袂笑，嘛袂生气吼。你要安怎甲激，安怎甲人吼，伊咧吼精神拢安尼原在吼，真镇静吼。真镇静的结果，咱会用即句俗语来甲吼比例讲，亲像即个镇守古庙，老神在在。